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树林分署今仔日早起是举办加密货币专场的拍卖，拍卖去互插口的泰达币，也有美金稳定币。 本件的那个查获虚拟货币来源是士林地检署因为侦办某一件的诈欺案件所查扣的这个被告，就是这个林姓被告的这个虚拟货币，基本上都是在预定的范围内去喊价了。那它基本上 USDC、USDT 都算是美元的绑定币，都是跟1块美金做绑定。那目前来看的话，台币跟美元也是差不多30点多，所以差不多其实拍到价格也都是差不多符合市价的。 士林地检署顶日侦办一件诈欺案，分别是查扣2000多粒泰达币、甲美金稳定币。所以讲，今仔日是专工规划一场加密货币拍卖，底价公开，现场划价。这也是咱国内头一回拍卖美金稳定价，真侪人拢咧观察伊的市场价值。